電話、Action Cam， 仲有 Gimbal 相機。今時今日啦，可以用嚟拍 vlog 嘅器材咧，真係隨手咧都可以攞起幾部啊！但係啊，可以用到佢哋嚟拍出一個吸引人嘅故事咧，就唔係人人都做到啦。今次就等我哋嚟仔細講下拍 vlog 常用嘅4大拍攝方式，等你可以用最有力量嘅方式去呈現你嘅故事啊！嗱，同樣都係影一件嘢、一個景或者一個人講嘢咧，但係拍法係可以好唔同嘅喎。而當中有4種拍法咧，我覺得係影 vlog 嚟講咧非常之好用、非常之實用嘅。佢哋分別就係定鏡啦、手持啦、平順運鏡啦，同埋改變視點啊！嗱，呢4種拍法咧，只要靈活運用啊，就可以令到你條片嘅變化更加豐富，觀眾更加投入噶啦。以下我哋就嚟逐一詳細講下啦。嗱，定鏡咧即係擺定部機嚟拍啦。咁由 RAW 機到 cut 機咧，相機嘅角度啦、位置啦、焦點同埋焦距咧，都係唔會改變嘅喎，除非你轉另一個 shot 啦。嗱，定鏡咧都可以話係最直觀嘅拍法之一嚟噶啦。好多對住鏡頭嘅獨白啦，例如而家咁樣咧，都係會用到定鏡嚟到拍嘅。我覺得定鏡係一種簡潔而低調嘅拍法嚟嘅，因為觀眾唔會分咗心去留意鏡頭嘅移動啦，好容易就忘記咗鏡頭嘅存在。嗱，另一方面啊，正就係因為定鏡咧，佢嘅機位係完全固定噶，咁所以咧又會隱含住一種慎重嘅感覺啦。觀眾潛意識會覺得咧，我擺得呢個機位，框得呢個構圖咧，入邊一定要有啲重要嘅嘢嘅，哪怕只係一堆雜物。而以上呢2點嘅效果咧，就係可以讓觀眾更專注於畫面嘅內容之上啦。嗱，拍定鏡嘅方法好簡單嘅啫。落腳架啦，又或者揾方法固定住部機咯。嗱，你話落唔到大腳咩？咁就可以試下呢啲小型腳架仔啦。嗱，佢座台又得啦，勾喺窗邊又得啦，夾喺柱又得啦。只要上翻 JB Mall Search MemberPod 咧，就可以揾到佢噶啦。買完仲可以安坐家中等收貨添啊！實在係拍 vlog 必備佳品啊！好啦，咁到底定鏡幾時啱用咧？嗱，呢度我哋就先撇除一啲現實嘅限制，例如係你冇手揸機啊，或者你太匆忙唔得閒揸住部機慢慢拍啦。快啊，成個袋攞上啊！掉嘢啦！純粹從創作嘅角度去諗，到底定鏡幾時用可以發揮出更大嘅力量呢？首先最簡單嘅情況咧，就係當變化好細微嘅時候，定鏡嘅專注效果咧，可以令到觀眾更加容易注意得到啲細節啦，例如係表情嘅微妙變化啦，咖啡上面緩緩升起嘅煙啦，俾微風吹喐嘅花草啦，嗰啲好有療愈感嘅靜態長鏡頭咧，就係展現定鏡魅力嘅最好例子啦。而喺敘事上啊，定鏡再配合埋直視鏡頭嘅演繹咧，往往就可以創造出安定感啦、平靜感啦同埋權威感㗎。例如我以前咧拍 vlog 都試過，就係咧，當我想認真少少講一啲心聲嘅時候咧，我就會由邊行邊走啦，切換成定鏡啦。哇！既然係咁，喺度坐下先啊，等晏啲睇下仲上唔上頂。唉，哇！估唔到會發展成咁，而家係朝早5:07過啲，你睇呢幾大雲，食晒雲。唉，哇！好啦，而家係清晨嘅4:23。咁就等觀眾咧可以含蓄地感受到咧，跟住落嚟嘅氣氛咧會變得比較嚴肅少少咯，亦都可以等觀眾慢慢靜落嚟，細心去聽我講嘅嘢。有一個心態上開始有啲轉變，就係其實我有時會質疑我自己嘅定位係啲咩，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可能無可避免地咧，真係要自己去面對一啲嘢嘅。嗱，定鏡仲有一種好有趣嘅用法咧，就係表達時間嘅流逝啦。只要將喺同一個定鏡之下，主體嘅各種變化逐一呈現咧，就可以有 2 hours later 嘅流逝感噶啦。就算你影住嘅嘢本身係唔識喐啊，都好神奇地咧，觀眾都會有同樣嘅感受噶。所以總括嚟講啦，如果你想你嘅觀眾專心留意你所表達嘅內容，想拖慢節奏，營造翻平靜嘅氣氛，想強調細微嘅變化，又或者想用一啲冇咁直白嘅方式去表達時間嘅流逝嘅話咧，定鏡就會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
嗱，手持顧名思義就係用手揸住部機嚟拍啦，咁佢可以係自拍啦，或者係影出邊其他主體嘅。手持都可以話係除咗定鏡以外嘅另一大派嚟㗎啦。好多時我哋拍 vlog 咧，都係會用到手持方式嚟到拍攝㗎。嗱，手持嘅畫面咧，喺視覺上最大嘅特點就係咧，會充滿住唔精準嘅鏡頭喐動啊！嗱，呢啲喐動咧，可能係嚟自我哋身體嘅自然動作啦、呼吸起伏啦、姿勢調整啦，或者係肌肉嘅震動等等啊。咁哪怕我而家係坐定定啦，仲要再開埋防震啊，我一路講嘢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喺鏡頭咧都會有一啲輕微嘅晃動嘅。呢種晃動只要你同定鏡相比咧，就好明顯㗎啦。嗱，而當要去追蹤主體啦，或者改變鏡頭嘅位置啊、角度嘅時候呢，呢啲喐動咧都必然會有一啲瑕疵嘅，只係睇下大定細嘅啫。例如係追唔實啊、轉過籠啊、縮得太近等等啊。然後咧，拍攝者又會嘗試去修正嘅，咁就會形成咗一種獨有嘅鏡頭動態啦。嗱，手持拍攝同定鏡相比咧，就係更加靈活、更加快速嘅，因為你又唔使要揾個位擺低部機啦，又要 set 腳啦，又要 set 到部機試正先可以開始拍啊嘛，一拿起手就可以開始錄噶啦。咁但係咧，視乎翻你用嘅器材係啲乜嘢咧，佢哋喺手持拍攝嘅方法同埋難度上咧，都會有啲分別嘅喎。嗱，如果你係用 Action Cam 嘅話咧，因為一般嚟講佢哋嘅焦距都係比較短嘅，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對於畫面穩定上咧係會有啲幫助嘅喎，因為喺廣角之下啦，鏡頭佢嘅喐動咧嘅幅度係會顯得冇咁大嘅，咁所以咧對於穩定性嘅要求咧亦都冇咁高嘅，而呢一點咧用嚟自拍咧就 fit 晒啦。因為自拍咧，我哋多數都係要用單手啦，同埋要伸直嘅手啊，咁所以其實都幾難長時間去保持穩定嘅。咁唯一要留意嘅咧就係咧，如果你用超廣角去影自己嘅時候咧，記得要將我哋個樣擺翻喺畫面中間啊！如果唔係咧，就會變晒形噶啦。嗱，至於啲 Gimbal 相機咧，佢本身呢個三軸防震咧，根本就係為咗要吸收啲手震啊，同埋啲人體嘅晃動而設計啊。咁所以有時咧就會顯得非常之順滑嘅。咁如果你想保留翻少少手持嘅嗰種原始嘅感覺咧，就可以將雲台模式咧校到做全向追隨啦，然後咧亦都將個雲台反應校到最快咧，去減低翻少少機械感啊。嗱，咁至於你話用電話嘅話又點咧？嗱，今時今日嘅電話，我相信或多或少咧都應該已經內置咗一啲防震嘅功能噶啦。咁所以例如你話用嚟自拍咧，咁只要你隻手定少少咧，唔好太瘋狂咁喐咧，都唔會太差嘅個效果。咁但係反而要留意嘅就係咧，如果你想用佢嘅長焦鏡頭去影出邊嘅嘢啦，咁就要更加留意啦，因為長焦咧係會將震動嘅幅度放大嘅。換句話講咧，即係對於穩定性嘅要求更加高啦。咁可以點做咧？嗱，首先第一樣嘢梗係要揸穩你部機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個手臂咧都要盡量夾實個身，咁就令到成件事咧係比較 firm 啲啦。然後最好咧就係坐低啦，或者就算冇得坐咧都要企穩，企定個步伐，唔好喐嚟喐去。然後喺拍攝嘅時候咧，盡量放輕個呼吸。咁咧，我相信你咁樣影出嚟嘅長焦鏡頭咧都唔會太差嘅。嗱，雖然話咧鏡頭嘅晃動咧就係手持拍攝嘅特色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要留意就係咧，我哋係要平衡翻觀眾嘅感受啦，同埋個原始感㗎。如果觀眾俾你揈到頭都暈晒咧，其實佢哋嘅觀賞體驗咧都唔會太好㗎。我以前就係犯過呢一個錯啦，俾觀眾留言話睇到佢頭都暈埋啊！咁而事實上咧，其實鏡頭嘅晃動咧，只要有少少咧，觀眾就已經係足以感受得到㗎啦。太多反而就會適得其反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只要定定地揸住部機咧，自然咁去拍攝咧就可以㗎啦，唔需要再刻意去強化、去揈、去挫㗎。嗱，其實手持拍攝咧係以往我影行山 vlog 嘅時候最中意用嘅拍攝手法嚟嘅，因為佢喺敘事上嘅三大特性咧係好幫到我去吸引同埋牽動住觀眾嘅。咁而呢三大特性咧，亦都係我哋可以考慮去運用手持拍攝嘅三種時機啊。嗱，第一種咧就係想同觀眾拉近距離，建立一種親密感同埋陪伴感嘅時候啦。嗱，對住手持嘅鏡頭講嘢咧，觀眾就會更加覺得佢哋係同你同行緊啦，好似喺你隔離傾緊偈咁啊。既然係白果之下，就回復翻之前個心態，就係就地取材，有乜影乜咯。咁所以啦，如果你係想走親切啲嘅路線咧，其實都不妨可以考慮多啲運用手持嘅拍法咧，去幫你建立呢一種感覺啊。嗱，第二咧就係想傳遞真實感嘅時候啦。
嗱，無論係我哋記錄日常啦，又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出現都好啦，我哋手持拍攝時候嘅種種不完美嘅相機喐動咧，其實都係會令觀眾覺得我哋係睇緊一啲咧未經刻意安排嘅現實㗎。咁再加上如果你現場有啲即時對相機嘅操作，例如係 zoom 啊、追住某啲嘢嚟影啊，或者係改變相機嘅角度等等咧，其實呢一啲都會令到觀眾更加覺得咧佢係同你實時經歷緊現場發生嘅事嘅。咁咪吸引到觀眾咯。嗱，所以如果你拍嘅內容入邊咧，如果係有一啲冒險啦，或者係隨機性質嘅情節啦，例如可能係我之前去一個人行夜山嘅過程啦，或者可能係你去玩遊戲抽獎等等咧，如果我哋用翻手持去拍攝，將你不自覺流露嘅情緒啊、反應等等咧，透過鏡頭嘅晃動去記錄低傳遞俾觀眾嘅話咧，效果係會比起你單純用口講，哇，現場好危險，哇，我抽到大獎好開心啊，係嚟得更加有說服力同埋感染力嘅。再加埋呢邊，哇！嚇死我！風勢強勁之下咧，真係要俯低身咁樣搞笑食風。嗱，第三咧就係當你想傳遞特定嘅感受，例如係好趕急，我幫你執翻個位先。好興奮，喂，哇！雲海啊！好攰。嗱，呢一啲感受咧，我哋固然可以用説話或者係表情去表達啦。咁但係如果用翻手持鏡頭咧，其實係可以強化甚至乎係放大到當中嘅情緒嘅。有時候唔用言語嘅表達咧，先係最有力量。嗱，平順運鏡咧就係講緊鏡頭咧會好機械式咁樣咧去進行一啲平順嘅變化，咁可以係物理上嘅移動啦，例如係前後左右喐啦、上下左右轉啦等等，亦都可以係光學上嘅變化，例如係變焦啦、切換焦點等等啊。咁或者再複雜啲咧，可以係幾種嘅運動複合埋一齊嘅複合運動啊。嗱，運鏡同定鏡相比咧，佢哋喺視覺上最大嘅差異咧，除咗話一個識喐一個唔識喐之外咧，就係咧觀眾對於現場呢一個立體空間嘅感知啦。嗱，隨住鏡頭位置變化啦，畫面入邊嘅透視會改變啦，遠近物件咧會有唔同嘅視差啦，主體亦都會出現唔同嘅形態喎。咁呢啲視覺線索咧，其實都係幫緊觀眾去建立一種空間感嘅。咁等佢哋咧可以更加有臨場感啦，又或者可以更深刻地咧感受到個場景啦，或者個主體啊。嗱，咁至於同手持拍攝相比咧，嗱，兩者咧雖然鏡頭同樣都係會喐啦，咁但係咧手持拍攝同埋平順運鏡咧可以話係處於兩個極端嘅。手持拍攝強調嘅係人性，可以擁抱不完美，但係平順運鏡咧強調嘅咧就係去人性化嘅機械性啊，追求嘅係精準嘅完美執行啊。喺平順運鏡之下呢，移動嘅軌跡啦，同埋動作咧都係非常之順滑啦，唔會有多餘嘅動作嘅。所有嘅變化都係好 firm、好有目的嘅，好知道一開始要喺邊度啦，最尾要去邊度啦，同埋喐得要有幾快啊！所有嘢都係經過規劃同埋精準咁執行啊。咁所以啦，如果原本平順喐緊嘅鏡頭咧，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啲唔正常嘅喐動咧，哪怕只係震一震啦，又或者突然之間意義不明地改變方向嘅話咧，觀眾都會覺得好奇怪、好出戲嘅，因為佢哋唔會預期咧鏡頭係咁樣去喐嘅。嗱，要做到咁機械性嘅平順運鏡咧，最簡單嘅方法當然就係借助翻機械嚟幫手啦。咁而最明顯、最簡單、最直接嘅解決方案咧，就係 Gimbal 相機啦。嗱，咁首先佢呢一個三軸防震已經係可以吸收咗我哋嘅手震啦，咁就可以令個鏡頭保持平穩啦。咁另一方面啦，如果我哋再用埋佢嗰啲追蹤鎖定功能嘅話咧，幫我哋咬實個主體啊，咁只要我哋保持個移動嘅速度同埋個軌跡穩定咧，咁其實都叫做已經可以影到一啲平順運鏡嘅效果噶啦。不過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你睇翻前幾個 shot 咧，都仍然係有好多瑕疵啊，咁所以都係要練習下。嗱，咁至於你話冇呢啲 Gimbal 仔嘅話咧，咁就真係要靠自己練功啦。咁有啲動作咧就相對容易達成嘅，例如可能係一啲細幅度又緩慢嘅線性移動啦。咁但係有一啲動作咧就好容易炒嘅，例如係 orbit 呢啲環繞嘅複合動作咧，咁我又要左右喐啦，又要擰部機啦，跟住又要維持翻個距離穩定咧。咁其實三樣嘢都要咁精準咧，係真係好難嘅。咁解決方法就係練多啲同埋試多幾次咯。
嗱，不過總體嚟講啊，要成為一支稱職嘅人肉 gimbal 咧，個大原則都係咧，我哋唔好淨係靠個手腕或者手臂去喐部機啊。無論你係揸手機啦、Action Cam 啦，定係大機都好啦，都要記得咧，除咗要握實部機之外咧，手臂手踭咧要夾實個身體啦，要用身體嘅動作咧去帶動個相機去喐動啊，咁就可以獲得到最穩定嘅畫面噶啦。嗱，運鏡咧真係一種好好玩啦，但亦都唔容易完全掌握嘅拍攝方式嚟嘅。因為首先啦，運鏡本身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拍法㗎啦，咁每一種又有佢哋自己嘅特性啦、效果啦同埋個技巧啊。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咧，淨係講運鏡咧，我哋都已經可以講一集㗎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就先講啲最簡單嘅情況先啦。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咧，我哋之後再揾機會再講啦。嗱，咁先嚟講一個最簡單，亦都拍 vlog 會常遇到嘅情況，就係靜物特寫啦。咁可能係一啲現場嘅特色裝飾啦，或者係一啲精美嘅物品啦，或者純粹係你想俾觀眾睇真啲你講緊嗰樣嘢啦。咁如果係一件唔識喐嘅靜物嘅話咧，如果我哋用定鏡去拍咧，咁就真係成個畫面都靜止㗎咯喎。除非啦，你就係想追求呢一種絕對嘅平靜感啦。但係如果唔係咧，一般嘅原則都係咧，如果件嘢唔識喐，就鏡頭喐。如果件嘢識喐，就鏡頭可以揀喐定唔喐啦。嗱，呢度咧做啲簡單嘅喐動咧已經夠噶啦，將連續幾個類似運鏡嘅鏡頭剪埋一齊嘅時候呢，效果就會相當唔錯噶啦。嗱，重點就係呢，動作一定要平順啊，如果驚震嘅呢，就慢慢嚟，唔使急，最緊要定啊。另外一定要係單一方向嘅移動，唔好中途轉向啦，或者改變軌跡啊。嗱，咁分享多少少拍攝嘅 tips 啦。咁如果例如話有時我喺現場咧，我哋未諗到要做咩運鏡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大包圍做晒先。例如話由左拉去右，右拉翻去左，跟住拉近又推遠咁樣。但係關鍵係咧，我哋每個做一個動作咧，都要有翻足夠嘅秒數啦，同埋頭尾咧都要留翻1、2秒咧去做緩衝啊。咁就算我哋唔係話用晒成段嘅運鏡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咧有得仲可以揀翻中間最靚嗰段抽出嚟啊嘛。咁剪嘅時候咧嗰個彈性就會大好多噶啦。嗱，新手建議啦，如果你想拍一個運鏡嘅鏡頭嘅話咧，我諗加埋頭尾緩衝嘅話，最好咧成段片咧有10秒以上咧，咁就穩陣啦。嗱，視點 point of view 咧，簡稱就 POV 啦。咁好多人聽到 POV 咧，就會即刻諗到係第一身視覺啦。咁但係其實理論上咧，POV 咧淨係得視覺嘅意思嘅啫。咁我哋其實應該仲要講埋係第一身、第二身定係第三身咧，咁成個意思咧先至精準同埋完整㗎。第一身即係主角嘅主觀視點啦，觀眾係會變成咗主角去睇世界嘅。嗱，第二身咧就係直接同主角有互動嘅視覺啦。咁最常見嘅例子咧就係而家咁，畫面入邊嘅人咧係直接望住你嚟到講嘢嘅。而家6:9啦，咁啊3個字之後會日出。咁觀眾嘅身份咧可以係代入到故事入邊其中一個角色啦，例如可能係男女朋友視角嘅男女朋友啦，又或者可以係做翻你自己，就係一個睇緊 YouTube 又中意拍嘢嘅觀眾啦。第三身就係旁觀嘅視覺啦，主角係唔會同你有任何交流，甚至當你唔存在嘅。觀眾喺片入邊咧係冇任何身份嘅。嗱，要扮得似一個人嘅視點咧，首要嘅咧就係個視野範圍咧要同人眼接近啦。嗱，你可能都會聽過50mm，即係你而家睇緊呢一個畫面咧，佢嘅透視感咧係同人眼最接近嘅。但係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呢個畫面好似同你平時睇嘢相比咧係好狹窄、好緊迫咁樣嘅咧？咁係因為咧我哋平時人眼睇嘢咧，其實就會用埋所謂周邊嘅視力咧去睇晒成個大環境嘅。咁再加上咧，因為我哋有2隻眼啊嘛，一左一右，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嘅橫向範圍咧係好廣嘅。咁所以當用50mm嚟到扮人類嘅視點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唔似啦。咁觀眾亦都冇咁容易可以代入到去呢個角色度啦。咁所以點樣先扮得似咧？就係咧，我哋用翻歪少少，可能20mm上下咧，咁你會覺得自然好多啦。
嗱，隨住呢啲 Action Cam 仔嘅普及咧，其實而家要拍到 POV 視覺咧，都可以話越嚟越簡單㗎啦。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配件咧，可以幫你將佢固定喺身上邊啦，例如係頭帶啊、啲磁力嘅吊嘴啊，或者係頸環啊等等啦。不過我一樣都冇。咁另外咧，而家新出嗰啲咧，真係越出越細部又輕咧，咁所以係好容易就可以擺喺啲好刁鑽嘅位做拍攝㗎啦。例如係綁喺隻貓貓狗狗身上啊，綁喺細路仔身上啊，或者放入袋薯片度扮薯片嘅視覺等等咧，其實真係玩法越嚟越多，視點嘅變化咧都越嚟越多。咁至於你話喂，我冇呢啲機仔或者配件嘅話，咁點咧？其實咧手持去扮都得嘅，咁唯一就係留意翻咧個焦距用翻歪少少咯。嗱，另外咧都可以運用一啲剪接嘅技巧咧，去令到段 POV 更加似嘅喎。就係咧，我哋可以穿插一兩個第三身嘅自拍畫面啦，去呈現翻你嘅視線啦同埋表情啊。例如以前咧，我好常用嘅一種拍法就係咧，會喺上山嗰陣咧，一邊用 Action Cam 去影住我前面啦，同埋有時會影下自己嘅步伐啦，然後再將呢兩個畫面咧同一個自拍嘅畫面剪埋一齊，咁就可以扮成係行緊上山啦，又或者係攰到烏低身行緊嘅 POV 啦。嗱，無論係第幾身視點啦 ，POV 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代入感啦。觀眾唔再係一個旁觀者，而係成為參與其中嘅一員啦。咁到底幾時先啱用 POV 呢？嗱，以下咧我就會集中討論翻第一身視點呢種拍法嘅。咁啊，如果喺 Vlog 入邊運用得當嘅話咧，佢係可以好有力量嘅。嗱，如果你想做到以下嘅效果，第一，提高觀眾嘅投入感啦；第二，牽動觀眾嘅情緒啦；第三，注入趣味同埋變化啦；或者第四，增強視覺嘅力量咧，咁你就可以考慮下用 POV 啦。例如話，可能你同其他嘅人或者事物咧有啲互動啦，例如可能係去到外國，你遇到陌生人同佢哋傾偈啦，或者係同佢哋跳舞啊、摸貓啊等等呢一啲咁特別嘅經歷咧，如果用第一身視點去拍咧，咁觀眾就可以更深刻咁樣感受得到啦。探索新地方或者有新嘅發現啦，例如係你進入一個新嘅場所啦，又或者可能見到一啲令你驚訝嘅資訊都好啦。如果我哋用第一身視點去拍嘅話咧，觀眾嘅認知同埋情緒咧就會同你同步啦。哦，佢棘住啊，係嘛？哦，OK。哦，OK。咁可以睇得更投入之餘咧，連個情緒都俾你牽動埋啊！刺激嘅活動、緊張嘅經歷，例如可能你去玩激流啊、快艇啊、跳傘啊、賽車啊等等咧，呢一啲本身已經係好吸引嘅經歷咧。如果用第一身嘅視點去拍咧，咁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咧去呈現到當中嘅嗰種感受啦，而且畫面通常都好好睇嘅。嗱，有時咧其實甚至乎唔使話要係一啲咩一生人一次嘅重大經歷先有效果㗎，只要係一啲咧唔係大多數人都會經歷過嘅事啦，用第一身視點去呈現咧，都已經會自帶趣味，可以吸引到人去睇㗎啦。例如踢波手籠咁啊，有幾多人會真係試過從 keeper 嘅角度去睇波啊？咁但係例如話係一啲比較靜態啲嘅過程啦，例如可能係煮嘢食啊、整下啲手作啊等等咧，咁加入第一身嘅視點落去咧，其實都可以加入翻一啲變化，增加翻個畫面嘅趣味嘅。好，以上咧就係今次咧我對於呢個拍 Vlog 4大常用拍法嘅一啲探討啦，咁希望可以幫到中意拍 Vlog 嘅你啦。嗱，講真，今次講嘅咧其實都係拍 Vlog 世界入邊嘅少少部分嚟嘅啫。原本咧我嘅大綱入邊咧其實仲寫咗話可能會講下咩鏡頭組合啊、故事結構啊等等嘅。咁不過咧寫下先發現咧，哇，原來淨係講4大拍法都有排講啦。咁所以就今次即管試下水溫，睇下反應如何先啦。如果有興趣知嘅話，再講啦。另外咧，話說 JB 學堂咧都喺度計劃緊話，有冇可能開到一個咧，去教大家點樣用呢啲機仔去拍片、拍 Vlog 嘅一個工作坊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對呢方面都有興趣嘅話咧，都不妨留言話我哋知啦。咁我睇下有冇潛力咧開得成啦。好，咁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我係 JVTV 嘅客席主持阿玲啊，我哋下次再見。